受到风台外围环流佮东北季风的影响，宜兰县是大雨落未停，县内已经有真侪搭积水封路，田地、田花路嘛拢淹水。伫咧北环公路是搁再出现水泵山阻碍交通。也上新的消息是，北环公路牛德路段中道是已经抢通，不过英树路段是搁管制通行。 大量土石尾边砍出来，搁互宜兰北环公路断去，公路局派怪手去清通，要赶紧互道路通行，这已经是2天来北环公路第2摆因为土石流断去。地下道因为大水河积水，由封锁线，警示暗过也受车会误入，有人员在现场警戒，避免车入去。哦，好。警察是重点，就做人逆向3台逆向就要撞落。 依然受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伴效应影响，一直落雨，市区道路真侪所在积水，路通运动公园边的路也积水半个车顶悬，市长赶紧到现场协助排水。其实如果像这样豪大雨急速降的话，一定都会啦。对啊，只是说昨天这样雨这么大，可能它一时之间排不了。 高级东山甲壮围真侪农产也积水，甚至淹过农路，后边全部发到进出，交通不方便也危险。找相关单位再来研议看看有没有办法针对比如说像道路的局部加高等等。县政府继续统计灾情，接压状况，后续针对农路积淹水部分，会找相关监管单位研议，是毋是互较低农路加悬，好未来大水后时阵能维持通行。记者综合报道。